第一次衝香港去咗澳門嗰個地方，所以係一個 very big step。阿小卡卡啊，阿卡啊，有一個叫馮允謙啊，係啊，阿卡。阿卡卡嗰個咧全民造星3啊，係啊，好得意啊！我希望可以借由去地方多啲年青人。我諗嗰位歌手嘅目標呢個係希望將自己音樂界嘅聲音學嚟啦，甚至開歌唱片。我想問兩位，對開5000場以上個人演唱會嘅幾耐先至開始5歲？其實都係零上係都好大嘅咩？如果5000場咧，都應該要儲好多年先得到。一間學代理一個好好嘅時期嚟嘅，因為打住到佢哋間佢哋喺過嘅50年開咗超過5200場嘅世界演唱會，佢哋咧專程飛咗嚟香港啦，根本喺現場同我哋一齊倒數嘅。講緊嘅咧就係